南美洲的厄瓜多有一个渐冻症的患者，伊是一个女性，长期身心受苦，伊向因的政府要求讲，伊要安乐死。宪法法庭伫20日时召开头一届安乐死的听证会，伊本人嘛有利用视讯的方式表达伊的意见。Y sé que lo único que merezco es una vida y una muerte con dignidad。42岁保拉罗丹得到渐冻症3年，规身躯只剩面的筋肉会当控制，需要倒伫眠床区人工呼吸器，甲动化营养维持生命。伊是智力完全清楚，煞无法度振动，发烧后生伫边仔咧哭，煞无法度安慰，互伊心内真艰苦。伊20日参与厄瓜多宪法法庭头一摆举行的安乐死听证会，透过视讯向宪法法官、国民议会、甲政府代表、参律师、甲专家发声。过程中不时需要看护协助啉水，犹原艰难的一字一字讲出心意。罗丹去年8月透过律师提出反对厄瓜多宪法中杀人罪判10至13年监禁的法则，要求宣布部分违宪，以便会当伫无处罚医师的情况之下，互因协助需要的患者安乐死。也要求换因承认，因为严重不治之症遭受重大身体甲感情痛苦的人，有权利尊严的死去。Hoy estoy aquí como Paola, pero en realidad soy cientos y cientos de voces que hoy salen del silencio y se muestran junto a mí。听证会有计进行几天的时间，互各界提出支持甲反对论点。了后，宪法法庭会做出裁决，可能开创历史先例。目前伫拉丁美洲国家中，哥伦比亚是唯一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。有拉维加、智利拢在审议相关法案。巴西哥是受权患者甲家属会当拒绝以人工方式延续生命。公司新闻，是会中编译。